Raven Channel 大題小做。MBTI 邁爾斯布里格斯性格分類法。心靈類型最先嘅研究者係美國心理學家海瑟琳布里格斯同埋佢個女伊莎貝爾邁爾斯，經過長期嘅觀察同埋研究而完成嘅。然而學派嘅心理學家成日批評 MBTI 嘅理論缺乏可靠嘅數據支持，並指出呢個係巴納姆效應嘅例子。但經過50幾年嘅發展， MBTI 已經成為全球著名嘅性格測試之一，喺教育培訓、企業員工招聘同埋領袖訓練、個人發展等嘅領域都有廣泛嘅應用。MBTI 呢，其實就係牽涉緊一種叫做性格動力學。分為4種。第一種係外向、內向。第二種就係實際同埋天馬行空。第三種就係情感同埋思考。第四種就係你係判斷嘅人定係理解嘅人。首先講外向同埋內向。外向型呢，即係 E， 傾向專注於外在嘅人同埋事，傾向將能量向外釋放。內向型亦即係 I， 內向型嘅人呢，係會專注喺自己嘅思想、諗法、印象，傾向將能量流向內面。跟住落嚟就係所講嘅實際型同埋天馬行空型。實際型係 S， 實際型嘅人鍾意着眼於當前嘅事物，慣於使用五官嚟感受呢個世界。天馬行空型又或者係叫做直覺型，呢一種人呢，係着眼於未來，着重可行性、預感，從潛意識同埋事物之間嘅聯想嚟到理解呢個世界。跟住落嚟就係情感或者思考。情感型嘅人即係 F， 偏向使用價值觀同埋自我中心嘅主觀嚟到評價作出決定。思考型即係 T， 就偏好將是同埋非，如果乜乜就乜乜嘅邏輯嚟到做分析結果或者影響，或者作最終嘅決定。亦即係話呢，思考型嘅人呢，係鍾意用個腦嚟做決定嘅，情感型嘅人呢，係鍾意用內心嚟到做決定嘅。最後就係判斷型同埋理解型，佢哋其實就係代表一種處世嘅態度同埋生活嘅模式。判斷型即係 J， 佢傾向係井井有條、有組織咁生活，而且鍾意安排晒一切嘅。理解型亦即係 P， 就傾向於自然發生、有彈性嘅生活，對任何意見都抱有開放嘅態度。MBTI 可以幫助解釋點解唔同嘅人對唔同嘅事物嘅興趣度啦、擅長唔同嘅工作啦，並且有時呢唔能夠互相理解。呢個工具已經喺呢個世界上邊呢運用咗超過30年。有啲人啦、夫妻啦，利用佢嚟到增進融洽啦；老師學生利用佢嚟到提高學習啦、教課嘅效率啦；青年人利用佢嚟到選擇職業；組織利用佢嚟到改善人際關係、團隊溝通、組織建設、組織診斷等多個方面嘅。